下水道做得越好，那环境就会越好，就不会有污染。但是我们这个下水道做得最好，但是台南市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古都了，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进步的城市跟这个文化要结合在一起。从110年开始做，110年做了在普济店有做了30个，111年也做了30个，那今年是在瓜牛巷这边也要做30个，就是说整个让这个文化跟这个水利能够结合在一起。这一次的人孔盖在那个瓜牛巷的周边，然后我们设计了3组不一样的主题，那主要是针对叶石涛跟宫古座，然后沙涛宫跟宝溪宫，那分别是依照这边的历史跟相关的这个人文的故事来做发想。叶石涛其实就是住在这个瓜牛巷弄里面，那在前方就有一个早期的戏院是宫古座，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意象结合起来。这边是早期5条港的范围，那在庙前面其实有一个浪涌沙涛的地理环境，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意象做了第2个图像。那第3个宝溪宫呢，它比较有特色的是，一般的宫庙里头是7爷8爷，那在这边我们这边是韩德爷跟卢清爷，那据传是150年前出巡的时候，他们就留在这里。对这文化什么大拢做，尤其外客来到这，拢会翕相做留念，学来讲这足好的，外围拢无当去看。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南作为一个历史古都许多处地方都有让人家发思古幽情的地方。也看到了我们在我们污水下水道的这个孔盖上面，能够做一些城市地理相互连结的。之前我们在水仙宫永乐市场，之前我们在普济店，那现在在沙桃宫以及这个叶石涛故居的地方，我们也一步一步的推进。很多人走路低着头是在滑手机，但是如果你滑完手机，可以看一看我们有些地方的这个人孔盖的时候，事实上也会觉得说，这个人孔盖不再那么枯燥无味，不再那么样的制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在一个城市里漫步一个不错的地方。但是我们很希望说，借着这个污水下水道人孔盖的一个重塑，能够让民众也好，让观光客也好，让地方的市民朋友们也好，都能够记起过去的历史，缅怀过去的那段文化，以及能够成为这个文化活动的推手。你好，是阮家欢迎收看8月18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有伫安南区的新界工业区，因为供电品质无好，这2天来常熊的停电，和厂商损失严重。对此，立委陈廷辉的积极协调，确定要伫工业区内兴建变电所，上午邀集台电、厂商等相关单位进一步来确认，上紧明年地动动工。新界工业区供电品质无好，常会跳电，造成厂商设备甲营运损失。虽然台电陆续增加气线，状况有得到改善，也毋过也是无法度彻底解决问题。立委陈廷辉利用1个月的时间，甲台南市府经发局、台电等单位达成共识，将变电所设伫咧工业区内底。这段时间也积极在讨论。好，所以大概也有一个叫先租后售的一个方向。那土地没有问题了，那就可以去做设计规划。现在也已经在做设计规划了哈。今仔日台电公司提出兴建变电所完整的时程表，预计伫今年底完成发包，明年开始动工，上紧伫116年12月完工。相关的经费预算也拢编列完成，将看状况进行预算调整。一路来也谢谢台电跟这个董事长，还有经发局局长2位都亲自做窗口在做联系，所以整个进度就是非常的快速。所以我相信厂商所有的这个对于公共配套的部分，我们都会尽力来协助，起码我们要让大家安心，用电安心，才会让他愿意投
投资。新家变电所总算成型，陈天辉要求台电要随时注意工业区内底供电品质。伫变电所完工进前，一定要维持正常供电，市府也应该要全力配合，才会当创造多赢的局面。台南新闻上海采访报道。身为农家主地台南市第2选区立委参选人陈坤和，经营产业多年来一向大力协调咱在地生产的水果，来分享亲朋好友，同时甲弱势共享。今年又要凸显台南农业长期产销失衡的问题，7、8月期间，每下企业领袖来认购，希望唤起政府重视。上个月的一口气收购2000多斤的大麦落来。来到大麦青果市场，农民将伊辛苦栽种的落来拢摆甲满满。你身为农家主地立委参选人陈坤和，亲身感受因的辛苦，加上每一档产销失衡的问题拢无彻底解决，所以伊上紧上有效行动，就是每下企业前往采买，而且开喙要将所有落来拢买起来，总共2000多斤，要来分享弱势团体，希望活化市场，嘛唤起政府的重视。果农，咱的农民。伊认真咧生产，迄伊的工课，但是呢，俺要安来甲行销出，要安来会当销伫咱的国内，甚至会当外销伫国外，这着咱的政府爱去斗三工、斗辅导，嘛袂当单靠农会还是家己运销班。所以呢，咱的政府对于农业政策，尤其水果的这个行销。应该要有固定的组织。今年采购完了，那明年呢的代志，今年就要开始计划。虽然是大选年，不过陈坤和也未参选之前，每一档都拢来关心，尤其大麦落来产量占全国14%，一到产季大出，农民真正唔知要安怎销，所以陈坤和的小听嘛，互因相当感动。今年落地的产量吼过济啦，拢俗啦，今仔日议员来遮吼，甲阮在果农帮忙吼，感觉足欢喜的啦。量济啦，搁雨水济啦，你迄个落梨的成长吼，伊拢会变果吼，落地所以吼农民很辛苦啦，真的很辛苦啦。延续日前宣野的认购到今仔日的落来，以及接衰问题，陈坤和表示将全力以赴来帮助农民。台南新闻阮吉采访过的。安平有一句俗语：先荒庙无谱，无人敢谱。这个是伫安平每一档的中原普渡，拢要由安平先荒庙先举办公谱，其他的宫庙才会当来普渡。同时，安平各角头庙嘛轮流担任先荒庙的公谱。这项流传百外档的传统，今年将伫农历7月4号普渡开香，也为安平普渡祭典加开序幕。延续百外档的安平公谱，今年将伫咧农历7月4号正式开锣起行。公谱阁有一个特殊的安平巡礼，参像是古早时代拍鸡同款，由在地居民提灯供炉，伫安平各大小庙走街串巷，除了宣告公谱开始，嘛有邀请好兄弟参与消灾八道的概念。安平的公谱需要给咱的意在是大家头，然后他会做一个轮流，今年轮你，明天轮他。那大家会相听，这时阵咧相听的时阵的热络，大家就把这样子当成一个荣誉感，然后去缅怀以前我们的开垦的祖先。安平公谱由在角头庙负责，每10档一轮。今年拄好轮到港仔尾灵祭殿，由于灵祭殿高病祭甲安平定先锋公谱拢被列为无形文化资产，所以这次特别将两个活动结合。有着好事成双的意涵。我们的古渡是自古保留最完整的古渡，里面有牵涉烧下位、砍水人、画心，还有放水灯，什么都有，最完整的。希望各位如果有空可以来参观。阮的公谱也是咱7月初9的高白节。
其实阮的一个目的、跟一个意义就是啦，这是先人往生意，咱做事实，咱遮后辈现在咱伫阳间的人民，就是爱有一个孝心，就是讲，不管你伫倒位，你拜啥物，心内拢要有一个饮水思源的心啦。市府除了鼓励这个文化继续传承，也希望外县市的朋友会当来到安平，实地体验这个在地文化。连接的地方的力量，用宗教的这个力量，有哪来发展到咱安平区的这个观光这个发展祈求咱会当将生命会当保庇，这个活动会当非常顺利成功今年轮到安平公埔的港尾顶祭典，将伫咧8月24号举办全国唯一的高病节。甲往年同款，也会举办北高签 DIY 体验活动，庙方也欢迎民众做伙来参与这个有意义又阁神秘有特色的宗教活动。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迎接中秋，为了让弱势家庭买当感受过节的气氛，由议员陈义珍、正国会台南办公室执行长创全以及淡市百业国际安平协会理事长江家莹共同所发起的中秋公益活动，要用买一克10斤的文旦，佮为你捐一克来分送给弱势。该行动上午正式登场，目标是750克。欢迎民众踊跃响应。已经连续第3档中秋买文旦送爱心的行动，发起人有青果西施之称的淡市百业国际安平协会理事长江家莹，上午伫议员陈义珍、正国会办公室执行长创全的支持，以及济三主会、妇女团体等企业界精英的小厅，再次号召大家来响应。有感而发说，我们就发起了一个买1盒，那我们这边就会协助捐1盒，然后就给社会局哈。那目标每一年都是750盒的部分哈，甚至会更多啦哈。只是目标我们就是定在750盒。那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局长的大力的支持哦。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给他们一个暖暖的一个中秋节哈。这样的一个爱心能够每一年的传递下去啊。年的目标一样是750盒哦。那我想多多益善，也希望说一方面支持我们在地的果农，那一方面做爱心帮助我们的弱势。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共襄盛举，一起来关怀我们的弱势，让大家都能够在中秋节感受温暖。每一档为了帮助文旦农民出销，同时帮助弱势家庭的行动，发起人会当讲是无惜成本，就是要伫中秋传达社会温情，也互社会局长致上上深的感谢。许多家庭呢，也常常呢，在经济上呢，也比较不如我们一般的其他市民。那也多亏我们呢，在台南市有许多像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的一个善心人士呢，会呢提出很多协助，让我们弱势族群呢也可以感到温馨。买文旦送爱心，赞！再来一次哦。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议员林美联下几个资深公益团体所合办的南区、安平区弱势儿童寒暑假营养午餐资助计划，活动已经迈入第10档。随着暑假进入尾声，主办单位特别邀请这些小朋友做回来议会大厅，甲赞助活动的阿姐阿姨来共餐，为活动留下完美的句点。
由议员林美燕发起的南区安平区62栋寒暑假营养午餐赞助计划，温馨又阁有意义的活动受到各界肯定，纷纷加入赞助行列。其中以康黄金慈善基金会出钱出力上济，每一届举办拢大方赞助。另外，还阁有台南市妇女联合会以及国际西主会300低湾区、第6专区、第10分区等公益团体，也是连续坐档相挺，共同来做爱心。真的非常感谢在后面默默支持这个一个就是关怀的一个动作，这个活动就是除了我们妇女联合会、有美狮子会，还有狮子家庭之外，我们还有康环金爱心会，它后面支持的最大的力量，康环金爱心会他们长期就是监助我们的一些预算，包括平常默默付出的善心人士也拢去亚教户。去服务处教500、1000的默默在支让我这个一番的这个关怀能够这个爱心继续传承下去。暑假寒假的营养午餐我们都非常的注重，那也长期这样子我们办来也10年了在暑期寒假那我们后面其实也得到非常多的社会人士来认同肯定，所以都默默的赞助。所以，而且我们得到我们学校校长这些我们来幕后的也在支持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再把这样子的一个关心关怀的社会服务活动做得更圆满。随着暑假进入尾声，这个活动也将圆满结束。主办单位特别邀请参与计划的小朋友来到议会大厅，甲赞助活动的阿姐阿姨做伙用餐，并送给小朋友礼物，为因加油打气。我们这个活动已经是持续了10年我想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难得。每一议员呢，真的爱心不落人后，他也集结了长期集结了我们很多一些善心的团体，把这个民间的资源跟公家的资源来做一个有效的整合，来照顾我们安平区跟南区的孩子。我想这边代表学校以校长的身份来感谢议座，谢谢我们所有社会的善心人士。暑假期间，为南区、安平区300位小朋友提供免费午餐，让家长免烦恼，会当安心工作。议员结合一些公益团体，连续10档办理这个活动，值得肯定。记者张锡维采访报道。随着疫情解封，台南稻草人现代舞团第一摆举办舞蹈影像展览，嘛要伫60档历史的今日戏院安排持续3天12场的影片播送。突破大家对舞蹈有全新的感受。为短片也是电影，这艺文团队拢自发性持续创作舞蹈影片，为台湾累积未少精彩影像作品。稻草人舞蹈团甲今日戏院合作，一个遮的作品伫电影院以展览的形式播映。台湾就是有南方影展啊，光芒影展这样子，那有没有就是专门为舞蹈影片的舞蹈影展呢？那其实我这边就是提交了一个叫番外 Inside Out 的舞蹈影片的展览，也就是说希望大家呢，舞蹈的创作者走出剧场，来到空间里面做创作演出。那也邀请观众朋友们呢，其实可以离开你们的电脑啊、手机荧幕啊、电视啊，来到实体的电影院呢，来看这些舞蹈艺术的精华结晶。此展览为8月25号到27号为期3天的活动当中，邀请来自台湾、广州等各地舞蹈团队、导演甲艺术家，透过12场的影片欣赏甲6场讲座交流，让观众看到舞蹈甲影像的对话。这次台南呢，在稻草人舞团的这3个影片呢，就是非常的特别，就是一个是在山林里面，一个是在海边。我们的单身是在台东的成功镇拍摄的。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文南里的是在台南市，所以我们刚好走遍了台湾、新竹、台东跟台南市，做这个舞蹈电影的特别的展现。借着这次展览，策展团队希望会当得到舞蹈影片伫实体影院电影的契机，让更较侪人会当关注舞蹈艺术。台南新闻孙怀采访报道。高雄三民区完成以来，已有卖场、商圈甲学区，嘛发展出真侪路边的美食店家。完成里长王荣良特别公开家己的6地名单，向大家绍介30档的牛肉面店，以及40档无名的素食餐厅。
高雄三民区湾城里汇集卖场商圈及知名学区，居住了将近3000位居民，因此少不了街边家常好滋味。里长黄文良也有自己的平民美食地图，第一站就来到这间超过30年的牛肉面老店。大家好吼，我是湾城里的里长，我今日介绍阮里内好食的美食，咱等下来底看，伊是安怎来煮法，安怎好食。OK， 感谢。这牛肉面啊。已经食买20天啊，牛肉大地吼，这拢头家吼控规工的吼，真材实料吼，内底骨力地吼，加因这家己炒的咸肠啊，吼，生炒辣椒，甲配落，有食咸的人吼，甲咱一挂，伊的卤味也好食。那里面那个中药材非常多。所以你没有跟它咬一咬，它味道不会跑出来。中午用餐时段，老板的手忙碌的煮面捞汤，停不下来。这里的牛肉面继承了来自山东老师傅的手艺，在持续改良，将原先又香又辣的北方口味调整成较为温和的汤头，再加上店家自制的生炒辣椒，综合成台湾人最熟悉的味道，成为在地人的口袋名单。吃牛肉面呢，有小孩子也很多啊，所以我们就会做那种口味比较温和一点。你喜欢加辣、加醋、加白醋、黑醋，或者是加胡椒粉，这边都有，而且辣椒还有3种选择。那你客人自己就可以做自己的主人，你自己想要做怎样的口味，可以自己调整。啊，你面条要大小条、软硬，你都是可以跟我们选，跟我们通知。啊，所以说每个客人都可以吃自己喜欢的味道。大快朵颐美味的荤食之后，湾城里也有一间素食，甚至连店名招牌都没有。老板娘的素食功夫将近40年，淋上香菇素造的麻酱干面是里长的第一选择。做素食做38档啊，吼，伊的麻酱干面安怎好食？咱伫内底甲看一下，吼，伊的营业时间是下午10点到暗时9点，中午咧休困的，吼，咱伫内底看卖啊，嘿，啊个。拌一拌，香味就出来啊！麻酱规味就香空空啊！咱这38档的炸酱干面，真正无成素食的啦，食起来咱食炒的感觉一模一样啦！这的人客一般以上唔是食素食的，可能是有合因的口味吧，互感觉会怀念要过来安尼。老板娘表示，30多年前刚开店时，从中午一路卖到凌晨1点都座无虚席。如今年事已高，仍坚持小店经营，良心生意，价格合理。自制的素食卤味也是客人心心念念的味道。我有卤一味苦瓜，啊，真济人爱食呢。我是用我家己做的黄梨豆浆啊，我用迄落做调味，啊个卤的安尼，啊有人唔捌食着人食讲，好食。安尼，所以有些人为买配饭，啊为了吃佚佗安尼。没有华丽的装潢，有的是老板钻研多年的一身好功夫。这些隐藏在湾城里街边的小吃店，成为里民记忆里朴实却深刻的美好日常。记者吴家伟、李凡飞高雄报道。高雄市政府为了过路人的安全设想，在轻轨联合坪进行架设了的栏杆，就希望民众莫随便穿越轨道。不过，该项设立嘛，让外国人感觉相当的稀奇。高雄轻轨联合医院站前架设起一整排的白色栅栏，为的就是不要让行人直接穿越，以免造成可能的危险。不过日前就有德国人看见这个情况，感到相当诧异，让负责接待的男子上网发文分享这个状况。实际到现场查看，可以看到要搭乘轻轨的民众得走一段路。虽然有些人会觉得要绕远路去搭轻轨有点麻烦，但大部分的民众仍然认为这个矮栏杆是为了这些用路人的安全着想。就是可能安全上吧，只是还要绕路，就比较麻烦一点。觉得装这个栅应该就是安全的问题啊，因为如果没有装的话，就会直接走过去。我觉得其实是安装是没关系啦，因为我觉得它有保护安全是没错，不会对生活造成影响。安尼我较安全啦，不然哦，有人就从那边跑过来，很危险啦。有啦，有方便啦，伊做较好势个，
对，因为我是怕小朋友乱跑会跑进来。先前就时常发生有民众违规穿越的情况，虽然相关单位有劝导，却仍无法阻止部分民众直接穿越的行为。不过根据统计，在加设矮栏杆之后，确实成功拦截违规。6月份只有在高雄展览馆外开出1张罚单。违规热区包括龙猫隧道、C22联合医院站周边都没有违规开单，出现了今年首次的零开单。宣导的这个部分的过程中，仍然有部分的一个路段，那还是有民众闯越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设置一个比较软性的一个栏杆的部分比较低矮的栏杆的部分来做一个阻隔。那联合医院的话，从我们去年的一个10月5号通车营运之后呢，那整个的一个违规闯入的情况是蛮多的。那自从我们在设置栏杆之后呢，这个闯越数已经大幅降低了。白色的矮栏杆拦截违规奏效，让民众违规穿越的情况减少了。呼吁用路人不要闯越轨道区域，以维护自身的安全，也才能避免受罚。记者黄光伟、庄淑婷高雄报道。感谢收看8月18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